啊，分享收看，抗天神法好主意哦！哎，来到你东游记又来了。嘿，今日要介绍的吼，是抢菜特色。抢菜，抢菜特色蛮好介绍的呢。当然啦吼，平常的时都抢菜，总个抢菜天。今日带大家吼，一看呢吼，人家样的煮，蒜的抢菜哦。蒜的抢菜，不可能食唔得。蒜用食啊，又没得먹这对吧？我就吃看呢，上次马上啊，来是看一下人样的煮蒜的抢菜。客家料理伫台北市敦化南路0205年成立嘅，係南部客家菜嘅旗艦店。店內佈置復古又快 Q， 本年下啲食飯嘅時節就從全部卡用嘅。炒牛時材料有蒜頭、辣椒味、蠔油、豆油、米酒、鹽絲嘅三高麗菜、煮牛時。做法係三高麗菜先浸水10分鐘。過留起來切一節一節，煮肉時過油留起來辟用，辟油包蒜頭過辣椒味做一下白香，再加三高麗菜落去炒炒啊，加豆油、蠔油、米酒向下炒，再過加煮肉時炒味素，最尾再放香油過鹽絲嘅都做得上盤呢。50多了，哎呀，上菜啊！哎，向走。哎，老板你也来了。哎，对啊。给你试试看来，你先吃，给你先吃。哎，按好啊。不是 ，Lady first。哦，按你啊。Lady first。来，谢谢来。大家明星。玻璃菜嗰種一些些蒜味，加啲肉絲炒一些甜粉樣吼，然後阮這個調羹用個調羹，這兩種夾起來面吃，你說，好吃，有拉沾，夠味，你確定是那個酸高麗菜？玻璃菜，我唔敢偏肚吼，那種肚吼，有些蒜味，啊沒有哎，酸過有力，好吃。加個蒜的玻璃菜吼，就釀個，多咗一些油，個油因為太多，一咬出來的時候油會出來，一同個煮肉嘅面絲夾起來，哎呀！啊，還會講假哦，按你就是講按好食啊，這是好食嚟嘛，講假，唔好食係講唔出來啊。出菜吼，客觀嚟講啊，其實當有客家味。因為佢客家對客家菜堅持呢，真有做出按好食的菜果嘅，有時尚時吼，有時間，有了富權呢，有成日看看呢，係實實嚟吼。開廚好主意，哎呀，今日阿龍哥吼又帶了好食的本色，小波龍太廚係佢新竹峨眉客家人。佢同佢客家元素學融合到創業料理之中啊，特別好，足夠大家看到木炭炭嘅。其實係當有才華嘅後生之處，各位看啊，你今日好帶來乜嘅高級嘅料理？我今日好相信啊，看到現場嘅食材吼，都係帶來係冇乜共樣嘅一種菜啊吼，因為有一句烏河，唔知烏河做乜嘅？哦，啲係咪傳統嘅菜啦？傳統客家菜，傳統所以客家種地不會當到烏河係睇佢到拖延，先做嘅部分當到錯冇。係，如果代表嘅樣池塘啊，鼻湯啦，鼻湯當到，還有天筍啊，春前要種。哦，冇看冇買好些，其實個嚟烏河嚟炒，嚟炒嚟雪啊。就天筍其實當到係你嘅食材，所以當容易嚟到。所以今日廿出菜人都乜嘅名？我哋客家炒烏河。客家炒烏河，食材有木瓜、蔥啊、薑媽、辣椒啊、片葉粉、豆瓣醬、調油、香油、雞粉、黃豆醬、油蔥酥。那天擺看人煮也出菜呢，咁冇食過。
普通神奇样的哈。你啊还冇乜嘅人會食呢種嘅東西，不過客家嘅傳統菜嘛，山西會透過一人來做出來，幫大家回想回憶哈。回憶啊，你係是湖廣哈，哦，你係湖廣，你係是嘟嘟好食啦哈。你啊，叫湖頭是嘟啲啊，哦。我哋是一隻。哎呀，烏嘅哦。誒，你烏嘅都係種出來哦。誒。一般你像貴基嘅烏嘅，應該買多人炒好。又熟食，最近係左邊嘅朋友也係。哦，反正嘛冇人食咩哈，自己哪裡食。哦，有冇嘢名就做得咧。幫睇嚟看，咪留一隻下東東嘅名，對不天嚟吼，這是天發，那同佢拿錢，同佢輸錢，給你100兩記，才有一道金，安尼係咪？哦，有啲烏嘅啦哈。誒，我哋見俾你唔係主角。主角啊，唔係主角，主角嘅主角，嗰啲咁啲開兩樣個。又係啦，主角。你啊，聽羅妹哈。好，聽羅妹。所以烏嘅光嘛是嚟的。誒，有乜個營養嘅加什麼？豐富纖維質啊，葉綠素啊，哦，我哋嚟泡那個絲，哦，一批一條削腸哈。誒，用削菜像保利龍咯。保利龍。你看啦，保利龍點啊？一種恐龍啊，有冇？哎呀，那個這是那個有幾樣誒？你我講，纖維質過有個一條條一細細嘅看得到，所以懂明顯懂清楚。所以處理這樣的處理係咪？係，用咗海綿用。當然，我買米絲嗬，應該樣樣都係啦。個細輪點買米絲咧？哦，你處理啊，哦，係大家將會。開手吼，你是大手台啊，吼，要不咬樹啊？我要咬手啊。睇個名呢？這會爛得咯，唔會啦，便宜啦。我會爛得，你便宜最會爛得啊！諗我生意的喂，唔真會爛得。好，東東讓你雞碗拿過來好冇？一粒碗係咪？唔係，佢切好嘅啦。哦，切好嘅。哦，一看你切好嘅啊？係。哦，開始先切過一條嘅哈，這樣順便。好，別，對哦，哦，我放落去。佢都放落去。做乜要浸水？浸水嘅面唔會變色啦，哦，也唔會變色。咁麼變色啦哈？係，冇叫佢變氧化你的褐色氧化。氧化？你做得不看哦，變到公鹽醋哦。不用去吃，係，哦，一強用那個切下細地掉哈，哦，所以烏龜是按嚟用嘅哈，係，切下細地掉，好，從兩樣嘢，好，好，先水倒落去，沖一下，沖一下哈。好，然後先來破鍋哈，來破一下。做嘛要破鍋？這隻炒肉沒好誒，炒比熟咗嘅。炒比熟哈，一方面，也唔好哦。普通是會一定會咬熟了，咬熟。嚇，破鍋佢就係減輕佢咬熟了、咬嘴嘅幾率。哦，佢會定型。也係四個橋啊，哈，四個橋。好嘞。好，你還有啲水哈，我比標個嘛。會哦。哦，用大火咧，油溫差唔多係160到170度哈。哎呦，聽我跌咗嚟嘛哈。我普通用必盡性冇，一擦擦，要一啲啲嘅擦就做得。哦，呢啲擦就做得。火鍋會胖胖喎。會胖胖。係。如果電刀係翹咁咪較好哈。啊，咱個太可以也烏嘅，係咪講烏嘅啦？吼，太可以喺呢度分熟嘅。了，你講芋頭差唔多要5分熟。5分熟。係，你睇烏光吼是熟嘅，熟嘅，就是就冇難嚟處理啦，吼。其實如果見咩主角咧，係你嘅烏光啦，烏光係主角。啊，你要啲嚟煮吼，好。誒，本來地烏嘅嘛。好，5分熟可以食嘛？做得。
好，安尼正言料理又多一种食材的火锅的味。好，让那皮料放来，好，皮料分。按个水哈，水分哈。木菜，你系木菜啊？哦，你系跟臭的，我水铁人啊。好，一撇撇的哈，你也是糊好，来落去。阿龙哥，要炒会同什么样问题吼？这个你炒出来你炒按多年的吼，我帮你水下。你也不用啲水哈，马上就要水哦。你今特别炒当多嘛吼，也较少炒的嘛吼。特别炒出来又炒到，佢都會炒到會水冇水鐵，越炒會水鐵冇。唔係，我要黏嘅咪嘅廣告嘅樣，唔會。哦，得咧，東西咩？哦，所以就唔會哦，不要嘅。好，你啊，嘅幫調醬。調醬。哦，還有佢用嘅鐵板醬。有冇用嘅嗬？有冇用嘅？水下都冇。水唔水？好。其實水哦，佢冚過嘅糊好是做得好。你看你係量，佢用嘅你準備嘅糊好一刀哦，嘅水嚟冚過，你啊豆瓣醬，撈嘅網條醬一落去，撈佢煮一下做得嚟好。做得嚟好。哦，雞款。你睇湯絲哈，按個調油，湯絲，調油一下要較沉色嘅調油下，然後比方說。本給有些含土啦，冇不用鹽嘛，哦，冇不用鹽哈。所以調油嘛，當好一種用嘅調味料，上次可以披色，還可以比有一些含土。好，起步一，起步之前不用仲係重嘅不用啲。哦，嘢做水當夾啊！俾你配水。用油，記得。我嚟盤嚟做，阿龍哥。哦，該底下再撐嘅就得。其實可以，其實可以，好。好。今日心情較畢卡索啦，吼。畢卡索。擦手指，擦手指，好，擦手指。謝謝。嚟講東就講西。畢卡索。好。因為你係淺色啦，所以愛淺較淡色嘅。一下人嘅烏誒，其實遠遠看吼，有啲像乜嘅呢？像豬肉誒，豬肉，炒豬肉樣嘅吼。佢從群要從煙囪。啊，煙囪嘛囪啊吼。係從乜？不過今日喺度當葱油也，今日當仔，係像乜嘅啊？我想不出來，煙囪香啦，吊菜魚是什麼？哦，Q 啦，哎呦 ，Q，橋啦，吊菜啦，我哋先講吊菜啦，國語按到橋啦，國語都橋，外片嗰個原來都橋安啦，乜個橋？嗰個原來都橋安呢？橋啊，橋，哦，他唔識講嘛，很難我們。哦，你有蔥酥，哦，阿龍哥，嚟，應該噴咩？入面係garnish，係裝飾。因為終於有時間來做呢整人料理嘅，因為這邊做這種夾嘅，係同樣嘅時間，你做下呢整人料理嚇，唔表下，睇你這個反正這個是我表嘛，你說出現做好了哈。冇問題，嚟。阿妹，哎呦！沙拉醬哦！哎呀，得！啊，得！哎，哦 ，perfect。大家看靠煮整人料理。哎，整人料理客家方用講，整人料理係咪？咩沙人料理？好，咩沙人料理？而家用食唔好，佢好嘅本機，
好。所以阿龙哥，客家料理地方其實有嘅係當葱葉一種食材。唔講食材，我詳細啊，我就冇乜好食有嘅，唔知噃？唔知，因為我是。咱每日兄弟啊，咱哋一樣熟食，你對到客家天時湯啊，太死啦！我講吼，年貨嘅吼，佢是冇。係啊，係咪？食菜阿龍，哎，阿龍哥啊，你食菜哦，吼，哎，好嘞，我準備好嘛？你嚟幹嘛？你嚟幹嘛？幹嘛？你加些嘅啊，cheese粉好冇？cheese粉，有到啦哦，咩落去？黐咗面噶啦，阿龍哥幾半次？你按到 French style，等，French style，加油！咁咪唔知可以吃咗啦。嗌龍哥，法國式嘅料理地方就當暗肉，有得乜嘅料？素鴨、仔鴨沙拉，做得好，仔鴨沙拉要當 French style， 係都可以用另外一隻名，烏金香沙拉。烏金香，唔係烏金香，魚哦，鬱金香，鬱金香嘛，鬱金香沙拉。做得好，基本你就是也好誒，今天你按面按後湯，你就是這樣嚟食嘅。好，冇，馬上嚟準備嚟試試看到，可以啦，好，嚟，嚟同阿龍哥馬上可以品嘗好味，菜式嚟，呀，實來試試，食到愛心香，遊戲規則，喺主持人老太祖搶田，楊嘅人就做關注愛負責問勞動系食材有關係嘅問題，那我以上人就會回答。喺講錯嘅人就做得食到太祖做嘅秘密好料理，喺講唔錯，令人家嘅料理就本唔識。好啦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哎呦喂，你跳誒啊！樣就會數，好，樣板人芋頭啊，佢會黏手，因為手未會開呢，熱未見要。會開啦，手會開。哦，我開，會揚啦。我揚啦，我開，我會有時我開吧，我會揚啦，我會揚哈。A 磷酸鈣，B 草酸鈣。當然嘛，草酸鈣。哎，你只識，什麼唔黑？係唔識呀？每份啊？每份當然每份咪磷酸鈣。磷酸鈣係化學物質，用喺可能個植物底部。恭喜！是啦哈，應該先是鬱金香料理。係烏金香沙拉，哈，烏金香沙拉。唔過先試下啦，嗬，見面。唔過呀，我講嘢一出菜嗬，你看見冇亂出嚟啦。一出菜青蔥腰嗬，我先同朋友介紹下嗬。呀，出菜當蔥腰，我先本呢阿龍哥好必品嘗，又辣椒嘅面絲，辣椒嘅又係清奇嘅辣椒嘅。解釋咧，有嘅呢，個解釋咧，油蔥酥。生沙自己解釋咧，因為幾部好入火鍋嘅，係差唔多5分熟嘅，點團呢？5分熟嘅，喂，啊要笑啦，叫下先啦，啊嗱，你識叫緊哪個？啊有這5位哈，有這5位。哎，我看辣椒誒，當然辣椒啊，好什麼？哦。一種一冇炒好，跟前面幾係辣椒，當辣，我想問，你是當好啦，因為該揀也醬嘛，而家我東就識較白色的啦，一吃菜後也係前菜也清淡啲嘅，如果唔識，我識較唔好食咧，觀眾朋友，而家我就識炒烏蠔，其實係會滑滑，脆脆。哇！按你講咧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你識個海鮮地包嘅海鮮冇？哦，繼續唱 ，sea cucumber。
好，sea cucumber，當槍安尼面試，唔過吼今日，阿龍哥加嘅醬吼，佢炒嘅加嘅配料加落，其實本日出菜呢，行家客家，行家台式，唔過可以講，日出菜食落，鐵狂傾，各位真是口感同嚟，冇食過烏味嘛，烏河冇食過，唔過以下嘅當愛呀，是要做菜，安子食，今日安子。其實哦，你啊，因不靠春情客家種，春情有你啊5號，像你一盤，你啊成本差不多一道，可能15克，20克，你有凤菜啦，有白芥因子做嚟出料理，有生有好食。剛才夾啲烏誒，烏光加強下，夾烏光變得快快，唔過食到烏嘅時候，綿，底部還有一些的顆粒哦，哇！誒，阿龍哥，你一配飯當下飯，好食。觀眾朋友有時間吼，你填那個甜筍啊吼，你講，假使韓國語嘅模式，那可以炸嘅。你講派勢你放起來，吼，各位不用咁派嘅，阿龍哥，嗱，聽翻我問嘅當本，吼，佢吃住要用好食嘅料理，好，又唔過我唔記得，禮拜一到禮拜五，叫人先記得數塊呢，狂犬成敗好主意，什麼？安子